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客家戏学系是目前台湾唯一栽培传统客家戏曲人才的摇篮。借由完整的课程设计，让学生可以逐步掌握客家语文，并培养专业的表演能力。现在在外面很少人知道客家戏，对，然后我觉得像客家戏需要我们这种比较年轻的人，然后来继续传承这个很棒的传统。住校学习得克服想家的情绪和一连串艰难的课程，这些严峻的考验，孩子们都坚强地咬牙挺过。小时候最需要克服的就是想家，就是每天都会躲在被窝里面哭，就是很想要回家。对客家戏有这种热忱，然后就是有热忱，然后就不会觉得辛苦，就走过了就是你的。彩排时间，同学们准备就绪，将平时努力的成果在此尽情发挥。等一下的彩排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人哋準備好嘞，人哋準備好嘞。就是要有一種愛表現的感覺，對，所以大家都覺得我很炫耀，可是我覺得這是一種榮耀。我们的文化得要靠自己来保存和发扬，所以我们培养了这些学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呵护、扶持它，然后多去欣赏客家戏曲。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孩子们用汗水站上舞台，也让客家戏曲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上课喽！捱掉準備好咧，捱掉準備好咧，捱掉準備好咧。